點解呢間係名校？為大家網羅全港最著名嘅中學，作出最全面嘅介紹。每一集主持人廖啟智都會走入一間名校裏邊，發掘出佢哋出色辦學嘅成功原因，仲會現場測試校內嘅學生，睇下佢哋喺課內學習同埋課外活動兩方面表現得究竟有幾咁出眾。介紹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點解呢一間係名校？今日就嚟到一間著名嘅女校。嗱，女孩子一般俾人嘅感覺咧，都係特別注重儀容嘅。而呢一間女校嘅校舍亦都係分外矚目。嚟到呢一度咧，仿如置身於歐洲。呢一間就係瑪利諾修院學校。位於九龍塘嘅瑪利諾修院學校，可以話係女孩子嘅秘密花園。整個校舍都係古色古香嘅紅磚建築風格。喺春天仲會開滿杜鵑花添。一個咁靚嘅校園，真係喺度讀書都會開心啲啊！英文係瑪利諾修院學校一個強項嚟嘅。喺會考，佢哋有90%嘅學生都能夠攞到 C 或者以上嘅成績。嗱，英文成績咁好，可能同咁靚嘅校園環境有啲關係啦。講笑啫，其實主要原因，因為佢哋好重視英文嘅課程。喺早期嘅瑪利諾修院學校，有唔少外籍學生喺度就讀，咁英文就自然相當重要啦。學校嘅修女為咗加強學生嘅英文水平，就義務咁去幫啲學生練習繪畫，而呢一個傳統到而家仍然保留住㗎。英文咧要活學活用，普通話亦都一樣啊！今次我哋請嚟兩位同學，阿 Helen 同阿 Daisy，同我哋用英文同埋普通話咧介紹下3個佢哋學校之最。好啦，首先第一個學校之最係咩咧 ，Helen？We are now at the stony pavement of our school. It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scenic spot of our school. It connects the old wings and new wing of our school's primary section. 这种石子路在香港不大常见，但在欧洲就很常见。这条石子路是在1937年建成的。As you see here, there are lots of plants, but among them, the most beautiful are the azaleas. 我们的旧生常常会回到这里拍一些毕业照片，甚至结婚时也会拍一些结婚照片，因为这里的景色很美。Then again, there are lots of sports facilities. The swimming pool and also the basketball court, which the primary section and the secondary section both share. 你知道吗？我们的学校是最早拥有游泳池的其中一间学校，所以我们的学生都善於游泳，有些更代表香港參加亞運會。嗱，頭先你哋所講嘅第一個之最咧，我都好認同嘅。咁至於第二之最係咩咧？ This is the art gallery of our school. It is the most artistic part of the school. It is decorated by pictures or crafts made by our students. 这幅画是我们的旧生画的，这个穿着以前校服的女孩就是她。还有这里，你能看见那石子路和植物吗？刚才我们已经介紹過。在這幅畫中顯示出那女孩多麼掛念在瑪利諾修院學校的生活。咁跟住落嚟咧，要介紹第3個之最。這裡是我們的學校圖書館，請進。哇，好大噃！那邊是舊的圖書館，這邊是新的。其實我們的學校圖書館在去年擴大了1倍。我們先看看舊的部分。This is the new part of the library. As you see, it is carpeted. It has a very good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to read books comfortably and also storytelling. 好多謝兩位。其實我覺得咧，應該有第4個之最嘅，就係2位最親切嘅介紹啦。多謝晒。
喺小息同埋午餐嘅時候，馬利諾修院學校嘅學生就會行下畫廊，坐下圖書館。放咗學咧，佢哋就會忙於參加課外活動啦，好似體操、彈床同埋話劇。咁學生咧都有好突出嘅表現嘅噃，而大部分嘅活動仲係由學生自己去包辦嘅添。為咗培養學生嘅自信心啦，所以好多時咧，我哋係想學生能夠盡量發揮所長，咁等佢哋喺從實踐之中咧得到呢個經驗。譬如呢個領袖訓練佢哋領袖嘅才能啦，同埋咧互助合作嘅精神啦，同埋呢個大家係包容嘅呢一個氣氛咧。咁呢個所有嘅活動好多咧都係由學生嚟到主導嘅。我揸住嘅唔係學生手冊，亦都唔係學業成績表，但係對於馬利諾修院學校嘅學生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佢哋由中一已經開始袋住㗎啦。呢一張係義工服務記錄卡。喺馬利諾修院學校，幾乎每個學生都參與過社會服務工作，而佢哋嘅義工組織更加係學校嘅一大陣營嚟添。其中一個學校嘅宗旨咧就係尊重別人。咁我哋不論係佢係咩嘅階層咧，對於每一個人咧都係要非常之尊重嘅。譬如喺學校裏邊嘅校工啦，就算佢係護衛員啦，或者喺呢個廚房度即係飯堂度服務嘅服務員啦，實驗室啊嘅服務員咧，我哋都係學生咧都係對佢哋非常之尊重。所以喺感恩節嘅時候咧，學生係會親自致送禮物咧俾各個階層嘅人，因為每人咧都係有佢自己嘅工作嘅崗位，同埋有佢自己嘅獨特嘅才能嘅。咁呢個係其中一個馬利諾嘅精神。對社會對人咁有心，唔係淨係今日嘅事啦。喺馬利諾修院學校辦學早期，佢哋嘅修女都已經做咗好多幫助貧苦大眾嘅工作㗎啦。到咗今時今日，學生亦都繼承咗呢一份優良傳統，繼續服務社會。喺舊年同埋今年，佢哋仲攞埋傑出義工獎添。咁我記得就係同一啲姐姐啦去探訪一戶嘅獨居老人。咁其實佢哋住嘅地方咧係非常之簡陋啦。咁一開門嘅時候已經俾我好大嘅俾好留下深刻嘅印象啦。咁樣咧佢哋其實並唔係住喺一個單位裏邊啦，而係一格一格嘅板間房喎。咁樣啲婆婆公公見到我哋嘅時候咧，都非常之興奮啦。咁佢係非常之雀躍咁樣去同我哋傾偈啊，同埋去接待我哋嘅。咁我記得臨走嘅時候咧，啲婆婆公公咧就揾咗好耐喺曲奇餅盒裏邊咧揾咗粒糖去送俾我喎。咁其實嗰粒糖咧對我嚟講就並唔係一粒糖咁簡單啦，而係咧有另一個意義嘅。咁就係咧，其實原來香港仲有好多嘅獨居老人咧係需要我哋去照顧啦，同埋去抽時間去同佢哋傾偈㗎。其實咧，我亦都係一個香港嘅青年大使嚟嘅。咁其實主要嘅職責咧就係一啲香港嘅旅遊景點啦，同埋一啲大型嘅旅遊服務旅遊嘅推廣計劃之中咧，就係宣揚香港嘅。咁其實喺當中咧，亦都會係見到好多嘅中外遊客啦。咁從同佢哋傾談之中咧，亦都係對外國嘅文化同埋歷史嗰啲價值咧係知道咗好多嘅。咁同埋喺宣揚香港嘅時候咧，對香港嘅認識亦都增加咗啦。咁所以其實做義工服務咧，係一個對自己嘅眼界開闊嘅好好嘅機會嚟嘅。咁另外咧，其實我哋學校咧都非常之鼓勵同學哋參加啲社會活動嘅。咁所以咧，我見到咧，我哋學校咧設有呢啲咁嘅呢啲嘉許狀去嘉許同學啦。例如呢張咧就係銅獎啦，咁就做滿50個鐘咧就有㗎啦。咁咧而去到做滿800個鐘咧，仲有呢個榮譽獎添嘅。係啦，咁其實我哋學校咧亦都設有一個社會服務委員會嘅，轄下咧亦都有6個唔同性質嘅呢個服務學會啦。咁係帶俾我哋同學好多機會去服務社會嘅。又到咗你認識我，我認識你，互相介紹俾觀眾認識嘅環節啦。喺我身邊呢幾位同學咧，佢哋咧喺呢個課外活動咧好有專長喎，亦都喺國際比賽裏邊咧得到優異嘅成績嘅。不如等佢哋互相介紹一下啦。首先由林同學開始先嚟。好啦，坐喺我身邊呢一位咧就係張偉晴同學啦，佢就係我哋嘅小小鋼琴家。佢曾經喺好多嘅國際大賽同埋喺好多演出過好多嘅公開比賽。佢包括喺上年美國鹽湖城國際鋼琴大賽得到冠軍及最受歡迎決賽選手獎。喺03年嘅烏克蘭國際青少年鋼琴大賽亦都得到冠軍及3項評判團特別獎。佢嘅老師黃以倫亦都係我校嘅舊生，好多世界有名嘅鋼琴好手都係佢嘅高足。
咁我身邊呢一位咧就係5A班嘅曾曉瑩同學。我哋呢位畫家咧，其實已經係響北京啦，同埋上海裏面咧嘅書畫大賽裏面得到銀獎啦，同埋3等獎。係，咁我哋學校咧就有一位女飛魚嘅喎，佢就係我身後呢一位葉晴同學啦。佢曾經喺04年第47屆馬來西亞游泳公開邀請錦標賽之中得到第2同埋第3名。佢今年仲可以代表香港參加喺悉尼舉行嘅澳洲青年奧運添。咁企喺我隔離呢位咧就係張文希同學，佢係一位好傑出嘅網球手，佢曾經代表香港去過台灣高雄參加輝安杯全國青少年網球排名錦標賽，仲攞到第1名嘅。佢咧都代表過香港去美國啦、泰國同埋中國參加啲國際性嘅比賽，攞到好優異嘅成績。咁企喺我身邊呢個咧就係陳希文同學，佢喺滑浪風帆方面好有卓越嘅成績，佢好有可能係我哋香港未來嘅風之後。咁樣咧，佢就喺2005年日本舉行嘅亞洲青少年滑浪風帆錦標賽嘅女子青少年組獲得冠軍，而且仲喺同年喺韓國舉行嘅世界滑浪風帆錦標賽青少年女子組獲得好高嘅成績㗎。喺我前面嘅咧就係林詠琪同學，佢喺體操方面有非凡嘅成就。佢喺新加坡國際體操邀請賽平衡木同埋跳馬方面咧，都分別攞到第2同第3名，亦都喺香港嘅學界體操比賽之中咧，亦都攞到好好嘅成績。哇！雖然咧佢哋平時係咁活躍啫喎，但係喺互相介紹嘅期間咧，都非常之斯斯文文咁樣嘅，真係好多謝你哋咁客氣嘅互相介紹啊！課外活動就頂呱呱，而喺成績方面，佢哋都唔輸蝕噶噃。喺05年會考，佢哋就出咗2個9A、1個8A，仲有15個學生透過拔尖計劃讀埋中6就可以直接上大學，而成間學校嘅入大學率仲高達100%。不過佢哋並冇因為咁嘅成績而自滿。喺學校除咗學習呢個課本嘅知識之外咧，咁啊仲有活動都好重要啦。你哋學業成績係非常之好噶啦，咁搞活動亦都有一手喎。不如以下時間就交俾佢哋介紹下啦。好啊，不如講下學生會先啦。我哋學生會每年都會舉辦一連串唔同類型嘅活動，全部都由我哋學生自己主動去策劃同埋籌備嘅，發揮空間好大。而老師咧就係擔當住顧問嘅角色。咁唔單止令到我哋有更加好嘅歸屬感之餘咧，亦都可以喺課外活動方面啦，同埋成績方面咧都取個平衡。咁呢樣嘢對我哋兩個係最吸引嘅。我哋領袖生內部嘅凝聚力咧都係好強嘅喎。而每一年咧，我哋都會舉辦一啲工作坊或者係訓練營咁樣嚟到訓練大家之間嘅合作性㗎。為咗慶祝呢個學校嘅創校80週年啦，咁我哋亦都協助學校搞咗一個大型嘅綜藝晚會。係啦，咁呢個綜藝晚會咧，就其實令我感受好深刻㗎。咁樣咧，因為喺嗰3晚裏邊咧，我哋各個同學咧就要負責唔同嘅崗位啦。雖然咧都係幾辛苦咧，同埋大家都要付出好多㗎，但我都係覺得係值得嘅。因為從中咧，我就體驗到咧同學與同學之間嘅互相支持啦，同埋互相關懷啦。我亦都睇到佢哋對學校嘅歸屬感咯。係喺謝幕嗰一刻咧，佢哋疲累但係而又興奮又雀躍嘅心情咧，真係令我深深咁感動。佢哋學校嘅學生對母校好有感情啊！畢業之後，好多都會翻嚟幫手建設母校，積極參與籌款。而喺馬利諾嘅老師當中，仲有1/6係呢度嘅舊生添。時代不斷咁變，對以前喺度讀書，而家喺度教書嘅校友老師嚟講，馬利諾修院學校有啲咩唔同咗呢？我哋好中意跑跑跳跳啊！放學咧就最中意走去邊度咧？走去洗手間。因為曾經嗰笪地方咧就佢哋話有鬼啦，咁變咗啲同學咧就好中意走入去洗手間度玩嘅，咁啊睇下人哋啲腳仔喺唔喺度啊！80年代都係好活躍嘅，即係好中意跑跑跳跳啊，但係條裙就好窄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咧有陣時都會呢啲位咧會有少爆爆地啊咁樣樣嘅。咁現時嚟講，而家啲學生都好活潑，咁就斯文少少啦，同埋佢哋條裙咧都有個叉嘅，咁我覺得佢哋即係喐動會比較自由啲。咁以前嗰啲我哋啲活動啊，以前中意都喺呢頭啦，或者入邊嗰棟啦，裏邊嗰個 covered playground 嗰度咯，嗰度我哋會玩下咯。
跟住活躍都係㗎，我哋中意講嘢㗎，我覺得咁多代嘅啲學生都係好中意講嘢。咁而家嚟講，其實啲同學仔咧都中意留喺學校嘅，咁佢哋嘅歸屬感都好大嘅。瑪麗諾修院學校咧喺德育、智育、體育以至到藝術方面咧，都俾好全面嘅培訓咧俾啲同學嘅嚇。咁又代唔代表可以培育到啲淑女出嚟咧？而喺女同學心目中，淑女嘅定義係點咧？不如我哋就展開一場辯論咧。名校出淑女，咁啊正方同學呢邊，反方就係呢邊。首先由正方發言先咧。嗱，咁其實名校咧，大家都知道就係一啲歷史悠久啦，同埋具有多年嘅辦學經驗嘅學校啦。咁佢哋嘅傳統歷史就會針對翻同學佢哋嘅儀態啦，同埋佢哋平時嘅學習方面嘅各種嘅地方啦。咁另外，由於佢哋嘅學術方面係成就都有翻一定嘅成效啦，咁所以咧佢哋本身咧對於課外活動各方面嘅培訓咧，亦都會有充足嘅資源同埋支援去支持佢哋㗎。咁另外，由於淑女其實佢嘅定義即係指一啲溫文有禮啦，同埋平時行為舉止會大方得體嘅女性啦。咁所以咧名校嚟講，因為佢有足夠嘅資源去培訓出淑女㗎。我相信大家好似忽略咗一點，就係話一個人能唔能夠成為淑女咧，其實家庭教育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我哋能唔能夠咁樣就可以話哦，原來培育淑女咧就係名校嘅專利啦？我哋係咪忽略咗父母嘅功勞咧？但係我方要強調嘅係，就好似一啲傳統嘅名校，佢哋非常之着重學生喺德智體群美方面嘅全人發展，而因而就能夠培育到好多嘅學生，能夠喺校外或者校內都表現得係落落大方，變出佢哋有淑女嘅風度。既然係咁，一啲能夠被大眾公認為名校嘅，就證明佢哋得到一啲大眾嘅認同。既然係咁，名校出淑女絕對係毋庸置疑嘅。咁有方同學唔應該咧就單以話學名校培育到淑女，單一個類別咧嚟概括提及到話名校咧係出淑女嘅，因為好多唔同類別嘅學生，例如佢哋比較活潑啊、好動啊，或者係敢言或者係爽直嘅，其實佢哋都有佢哋嘅過人之處啊。有方同學要明白，一種米係可以養百樣人嘅。而我方要證明一點嘅就係名校係絕對有呢個優勢，係有更大嘅條件，係更容易去造就呢個淑女嘅。我哋有冇諗過，其實淑女係能夠成為一間非傳統名校，成為名校嘅一個重要嘅基石同埋橋梁咧？有冇同學？好公平起見咧，我哋發言都係對等嘅。時間關係，我哋嘅辯論咧到此為止。其實某程度咧，我都贊同今日嘅辯題啊，因為咧幾位同學咧喺辯論嘅期間咧都溫文爾雅，呢個就係一個淑女嘅表現啊！多謝幾位。大家見到呢度咧係被政府評定為3級嘅法定古蹟。你知啦，我哋人類嘅發展咧，歷史係佔住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噶嘛。咁呢間學校咧提供嘅全人教育，喺德智體群美咧都會俾充足嘅培訓。咁喺咁大嘅校舍，仲要喺市區咁優良嘅學習環境，無怪乎啊啲學生對學校咁有歸屬感。